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老假期。北上娛樂而家要靠嘅係資訊戰，裝備夠唔夠精良，決定你係老司機定水魚。成日聽見啲留言線，點解我跟住美團啲銷量去按，去到發現啲環境又殘，啲技師又怪獸，仲要全程黑面？兄弟，你要明，而家北上深圳玩已經唔係靠撞，係靠資訊戰。如果你仲係去到關口先攞傳單，或者盲瘋瘋跟住個招牌入去，你不單止係交緊學費，你直情係喺額頭寫住水魚兩個字俾人啟。點解有啲老司機可以用最平嘅價錢揾到最正嘅驚喜？點解人哋未入房就已經知個技師係咪入世未深？全因為佢哋手機入面裝咗一啲你以為普通，但其實用法極之唔普通嘅神器。今日老小編吳藏屍同大家分享每次過關必備嘅8大神器 Apps， 我會將佢哋拆解做3個層次，由最基本嘅支付工具到揾平嘢嘅比價 Apps。最後係真正老司機用嚟揾驚喜、睇真相嘅隱藏神物。除咗大家聽慣聽熟嘅美團同點評，其實 Telegram 同抖音先係隱藏住更多尋寶秘密。想知點樣透過唔同嘅資訊睇穿各場嘅工衣尺度同技師骨運？呢集資訊量極大，記得先收藏後收睇。我哋即刻拆解第一層基礎三寶。正式開始之前，先嚟個廣告時間。睇緊呢條片嘅大家，可能揾緊北上玩樂資訊攻略，成日去玩或者經常出征嘅你，有冇試過狀態唔好，好易放煙花，又或者需要上陣時提唔起勁，唔想有尷尬情況，或者想提升表現，記得選用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馬卡。力神品牌係香港男士保健品專家，呢一款係市場濃縮度最 top。老小編真人實試過，只係食咗1盒，1個月未到就已經精神滿滿，瞓得好好，好有活力慾望，做起事上嚟都特別有耐力。食夠3個月，就連身體個底都打好埋。推薦俾睇到呢條片成日都需要用嘅，有咗佢可以幫你加強機能，表現發揮都好啲。而家仲有全新包裝正式登陸香港萬寧，第一次首先試下1盒體驗。如果覺得 OK 嘅，買3盒裝，1個療程效果會再好啲。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馬卡，萬寧有售，認住力神呢個名同埋封面嗰隻黑熊就得，千祈唔好認錯隔離，或者俾人講兩句就揀錯第二款。1. 微信，你嘅內線同後宮數據庫。首先講最基本嘅微信，你以為微信只係用嚟同老婆報平安？大錯特錯。喺老司機眼入面，微信係用嚟經營內線嘅，加部長攞線報。你每去一間場，如果覺得質素 OK， 第一件事係加部長微信，真正嘅技師班表、最新嘅福利套餐，部長只會發喺朋友圈。睇部長朋友圈要睇技師小片，片入面技師嘅動態先係最真實嘅參考。加技師做聯絡，除咗部長，更重要係直接加技師。佢今日心情好唔好？有冇新三桌？甚至突然跳咗槽去邊間新場？直接睇佢朋友圈最實際。老司機嘅3位一體管理法，好多兄弟加完幾廿個女，過2份禮拜就唔記得邊個打邊個，望住啲名叫迷失的小豬，你根本諗唔起係邊間場。我有個資深老友教咗我一套改名備註法，加完人第一件事改名格式統一做，店名加工號加特徵，例如福彩爾 25D， 咁樣你下次想去彩爾一 search， 所有後宮 list 全部出晒嚟。技師見你咁清楚，記得佢嗰份情緒價值攞足晒，入到房自然對你更好。不過呢個做法 save 得太公開明顯，如果有家室或者唔方便嘅就唔好咁做，有晒證據。2. 支付寶大陸實名版先係子彈袋。第二，支付寶老小編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搞個實名認證咗嘅大陸版本。點解唔用香港版？因為好多中小型場或者你想私下俾多啲小費加中轉賬，大陸版嘅兼容性最強。最緊要係大陸版支付寶入面有好多足浴專區嘅隱藏代金券，隨時幫你慳翻幾廿蚊，夠你買包煙。3. 高德地圖睇穿場地外殼嘅雷達。最後亦係最多人忽略嘅高德地圖，喺大陸高德先係神，佢唔止係導航，係用嚟避坑嘅。睇實景，好多場喺美團張相裝修到好靚，你用高德實景地圖一睇，發現喺條污糟邋遢嘅後巷入面，你就知咩事啦。睇附近，搜尋足浴，睇下附近有冇其他競爭對手。如果條街有5、6間場，佢哋一定鬥得勁，尺度自然大。點入去嗰間鋪頭，仲有老司機留言嘅真實評價，通常都會見到有人問係唔係綠色，唔值得去。睇下地圖嗰邊嘅留言就知道多啲信息。總結一句，微信係線報，高德係雷達，支付寶就係你嘅子彈袋。第2層次揾場比價孖寶 Apps， 點樣睇穿工衣同評價嘅潛規則。4. 大眾點評睇硬件同避雷。講到揾場，大家第一時間一定諗起大眾點評。點評嘅優勢喺邊？喺佢嘅真實環境上。睇評論區嘅圖，唔好睇官網張相，要去評價入面睇客影嗰啲相，睇下個洗手間乾唔乾淨，食飯個地方大唔大。如果連個飯堂都殘殘舊舊，個場嘅管理質素通常都係有限。睇負評，老小編教路，睇評價要先睇差評，因為好評好多時都係刷出嚟，但差評就多數真。如果好多人投訴技師偷懶或者部長態度差，又例如有一啲字眼係寫住綠色素菜分價，咁呢啲就係硬傷，幾平都唔好去。5. 美團老司機嘅選妃與尺度探測器。如果點評係睇環境，咁美團就係用嚟睇人。好多兄弟只係用美團買券，其實你嘥咗佢最強大嘅功能。第一招睇工衣式尺度，呢個係老小編嘅獨門秘籍。你入到美團嘅商戶頁面，點入去技師一欄，雖然箱係 P 過，但工衣係揀唔到嘅。如果啲技師箱全部着住正經中式長褲，咁呢間場99%係綠色正氣場。
但如果你見到啲工衣係短裙、絲襪，甚至係旗袍或者護士裝，咁呢一類型嘅都有機會可以值得探險。第二招，睇最新評價嘅關鍵字，美團嘅評價更新得最快，你要揾啲近期嘅評論，留意下入面有冇一啲暗示嘅關鍵字，例如技師好主動、溝通冇障礙、體驗感、拉滿，呢啲字眼通常都係老司機之間嘅暗號。如果個個都話按得好專業，醫好咗我膊頭痛，咁呢間就真係揼骨場，唔使諗多。大佬嘅比價攻略，點評睇場，美團買單。通常美團嘅新客優惠會再平少少，但記住買咗券唔好即刻衝上去，最好先用微信問下你個部長線人今日個號碼有冇返工，咁先係最精明嘅玩法。6. Telegram 避雷揾神號睇值班相嘅實戰戰報。講完啲大眾化 Apps， 而家我哋嚟到核心，點解有啲老司機去親都揾到好嘢？點解有啲輪牌見到怪獸想預約揾咗你上去，就話技師俾人約咗要你等？因為佢哋手機入面一定有 Telegram。呢個唔係廣告，係戰報。美團同點評啲技師商可能係 P 到，阿媽都唔認得，又唔可以講太多。仲有 TG 群入面啲水會客服群同埋討論區入面兄弟發嘅係實戰戰報。你喺搜尋欄打深圳按摩或者深圳報料，入到去你會見到最真實嘅評價。避雷神器呢度係怪獸避雷針，有啲水會群入面會有啲走廊影嘅技師相或者片，仲有啲討論會話你知呢個888號真人唔錯，服務夠好。雖然唔排除啲內容都係打手寫，但多啲呢啲資訊係有幫助，分分鐘幫你慳翻幾千蚊學費，即時性極強。最好嘅玩法係你過關前先睇下今日 TG 群入面最熱門嘅係邊個場。尋晚嘅戰報就係今日嘅導航，識用 TG 嘅男人先至係真正掌控骨運嘅男人。7. 小紅書場所質感嘅最後防線。好多兄弟以為呢個 Apps 冇嘢睇，其實錯啦，你應該搜尋場名，睇嗰啲旅遊打卡文，睇環境細節。雖然啲相可能係 P 過，但佢會影到場內真實環境，例如大堂、梳化有幾多張，夠唔夠乾淨。透過呢啲第三方視覺，你可以對照出嗰間水會嘅真實質感。揾折扣，如果你北上想去一啲大型水療場，小紅書有時會揾到一啲代充值券，可以享用到會員折扣，例如8折。但我試過之後覺得唔排除有騙案風險，收咗錢唔找數，所以少少地可以試下，多過幾千蚊就唔好了，風險太大。8. 抖音00後技師嘅真實靈魂。最後亦係最神秘嘅抖音，呢度唔係睇場係睇人。而家深圳好多00後甚至05後嘅技師，佢哋係玩抖音大嘅，佢哋嘅靈魂全部喺晒抖音號入面。加微信冇嘢睇嘅，反而加抖音可能有驚喜。特別係而家最興嘅私人影院，個個都係05後，表面上可能只係一個普通女仔，但只要你加咗佢抖音，你可能會發現佢原來係一個有幾十萬粉絲嘅網紅。抖音可能全部係業務片，性感穿搭。如果你喺抖音同佢傾得投契，入到房嗰種親密度，同普通客完全係兩回事。呢種線上選飛，線下實戰，先係2026年最潮嘅老司機玩法。總結一下，今日呢8個神器：微信、支付寶、高德係基本裝備。美團點評係比價雷達 ，TG 係實戰情報，而小紅書、抖音就係你定位驚喜嘅工具。手機裝齊呢8件寶，你北上就唔再係撞骨運，而係揀驚喜。如果你唔想做水魚，想做個真正嘅老司機，呢集一定要分享俾你啲兄弟。最後一個問題，呢8個 Apps 入面，邊一個幫過你揾到人生天花板？留言區話我知，大家一齊交流戰報。我哋仲有一個老假期會員頻道，製作咗一系列唔方便公開嘅資訊清單。想知邊間福古溝按得到位？羅湖、福田 Top 10水會名單。仲有邊幾間水會可以大堂放糖花？可以加入會員頻道，只係一個 locker 仔嘅小費，或者一餐宵夜嘅價錢，就可以換嚟避坑免跌錢，同一個套戲記週末，絕對抵返。多謝大家收睇老假期，記得 like 訂閱撳鐘仔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